22樓頂層特色樓層單位，內置獨立樓梯，連接天台空中花園。單位建築面積約由1508至2111平方尺。1號室單位，面向大涌道，建築面積約1957平方尺。單位間隔四正實用，採光度十足，充滿自然光，擁有遼闊荃灣城市景觀。通過內置樓梯，直達天台平台。空中花園用途廣泛，擁有壯麗開揚景色，適合各種商業或團體活動。2號室單位，面向大涌道及白田壩街，建築面積約2111平方尺。單位間隔方正，設計靈活度高，兩邊幕牆設計，可多角度細賞荃灣景致，遼闊景觀，盡收眼簾。3號室單位，面向白田壩街，建築面積約1508平方尺。單位以無柱設計，景觀開揚，可遠眺翠綠山景。IEC 3 22樓特色單位，配以全裝修標準交樓，全城景觀一覽無遺，荃灣甲級寫字樓，優質之選。